今日嘅題目聖所使的信心，請咱做者來讀《使徒行傳》3章16節，做一個開聲來讀。我們應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們所看見、所認識的這人強壯了。這是他所使的信心，叫這人到你們眾人面前傳揚好了。到聖隊門口，生來瘸腿的乞丐，當彼得嘅打奉拿撒勒人耶穌嘅名叫伊起來行走，迄個乞丐就立刻得到醫治甲拯救了。伊站起來，伊跳着唱着，伊甲彼得一行進入聖隊來讚美神。迄個乞丐會知是拿撒勒人耶穌嘅聖名救了伊。然後彼得向眾人傳講福音，彼得答到真正清楚，正是主耶穌基督所使嘅信心，叫這個人傳揚好了。這個瘸腿嘅乞丐本來無信心，伊想愛嘅是金銀，根本無求主耶穌拯救伊。當神主權嘅恩典破門而入，竟使本伊寶貴嘅信心，將伊得到醫治起來行走，悔改勝過主耶穌。真實嘅信心是神所使嘅。使徒保羅答：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神，這並不是出於自己，乃是神所使嘅。這記載到以弗所書2章8節。這個這當原本嘅文化嘅構造，代表在明大教嘅得救恩典信心。得救恩典是神所使嘅，信心也是神所使嘅。保羅又祝福他願信心從百姓和主耶穌基督而弟兄們，也記載到以弗所書6章23節。請咱再來讀《使徒行傳》3章16節，咱做一個開聲來讀。我們應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們所看見、所認識的這人強壯了。這是他所使的信心，叫這人到你們面前傳揚好了。請大家來默想這段嘅經文，然後就各自祈禱。